各位，我係一個尋秦記嘅超級粉絲。有一晚，我有煲尋秦記嘅時候，突然發生意外。項少龍，寡人以後唔想再見到你。阿東公子，我係項少龍夫人個妹琴青。你今次穿越嘅任務係查找項少龍嘅下落，任務只許成功。OMG！ 我竟然穿越咗去秦代，失敗會點啊？失敗，永留此地做太監。Why me？ 天大地大，我去邊度揾龍仔啊？但係呢個時候更爆嘅事情發生咗。賤人！賤人！阿妹你死咗去邊啊？我揾咗你2日啦！你做太監事小啊，我做成世麻甩佬事大啊！嗱諗去揾項少龍啦！哎呀！原來我個妹早2日都俾人捉咗過嚟，喺我阿妹帶領下，我哋直奔嶺南去揾項少龍。神俾人話喺度喎，點解仲未見項少龍嘅？古生啊，唔係項生，東公子，乜你覺得你大叫就會揾到姐夫噶啦咩？項少龍在此，嗰度啊！你冇錯，我係項少龍，國際影迷會會長，哈哈！項少龍就係在此失蹤。小喇叭，困我哋行咗幾個月，我做太監之前都要懟冧你條木旗，放死啊！林峰，亂講！本相李斯假扮陳國邦多年，就係為咗演出《尋秦記》。而家《尋秦記》要上演啊，但係古天樂先生失咗蹤。不過原來古天樂先生嘅電話冇電，而家揾到佢啦。《尋秦記》可以繼續做宣傳啦。本相已經請示大王，你哋可以翻香港做謝恩。謝大王。琴青，就此別過啦，下次我先翻嚟以身相許啦。且慢，剛剛收到新任務，我要跟你哋返現代，督促你哋將今次穿越剪成影片，宣傳《尋秦記》。任務失敗會點？任務失敗，你都要做太監。